小童从1楼走到3楼要30秒，以相同的速率从8楼走到15楼需要几秒呢？好，那我们要先知道小童从1楼这样子走到2楼，再走到3楼，这样子其实总共可以走了2次的楼梯哦。因为呢，他刚开始就站在1楼了，然后就得爬上去，再爬上去，只用爬2次的楼梯而已。所以它的速率呢，就是30去除以3减1，会等于15。所以呢，这边也一样，它的速率呢就是15，所以我们就把15去减掉8，会等于7，所以7去乘以15就会是105，所以它总共走了105秒。